很好，我上头面各收到台南的查票，请问有高店的查办。昨天暗夜11点和11点半的查办，请问很头面哪班？我面11点甲班。好，48口。请问很头中现金也是你卡纳钱？48口电落啦。掠的的查票，请问这件买主电查是打你家查上？你妈现做这件安心电查器，其他提前的台提溜查价。错吼，无论你种新配，拢需要人身安全落啦。养了亲近一下，你妈会用先来收拾一下家家充热的储费，大家期待会听单的吗？买茶班车班清剩下暗呀晚上查票车票查上车厢这件安心电查器夜间安心候车区。接落来会用来和一条切中的规矩，请暗夜11点和11点半的查办，请暗夜11点和11点半的查办，剩下晚上11点和11点半的车班，请剩下暗夜晚上11点11点和11点半呢和11点半呢和11点半的查办车班，请暗夜11点和11点半的查办，请暗夜11点和11点半的查办，剩下晚上11点和11点半的车班。48口48元48 48口元48口48元。请问现头中现金也是你卡纳钱？请问现头中现金也是你卡纳钱？请问您要用现金或是刷卡付款？请问现头中您要用现金现金也是或是你卡刷卡纳钱付款。请问现头中现金也是你卡纳钱？请问现头中现金也是你卡纳钱？请问您要用现金或是刷卡付款？